佢可以升職加薪，可以升職升到去最多去到 CEO 樓下嗰一個位。呢個命盤嘅離婚格係偏重嘅，淨係命宮、福德宮、新年忌呢度就已經有4忌啦。咁我哋嚟睇下呢個盤。首先做翻個命盤提示係啦，就係如果你係命主，你睇緊呢條片嘅話呢，要記住就首先一開頭，如果我講嘅盤嗰啲嘢都啱嘅，係啦，後面嘅建議先好聽，係啦，因為你未正式核對個命盤，如果個命盤唔啱嘅，咁後面啲建議聽嚟都無謂，咁就可以首先聽下我講嘅命盤內容，究竟同你嘅人生係咪完全吻合？如果係吻合嘅話，先好聽建議；如果唔吻合嘅話呢，咁就唔好聽啲建議住啦，有機會首先做咗核對命盤之後，咁先再睇下有咩可以幫到你啦。咁樣以呢個盤嚟講呢，呢個係一個工作能力好強嘅人，做嘢就好有自己嘅主見，但係本身可能啲脾氣啊、習性啊有啲古怪啦，我會話。咁喺空化嘅角度嚟睇，命宮化忌入田宅宮，福德宮亦都化忌入田宅宮，轉忌入事業宮，呢度串連2忌，然之後咁喺事業宮嗰度同新年忌同宮相逼，合成3忌，再轉忌入交友宮，逢忌出，所以淨係命宮、福德宮、新年忌呢度就已經有4忌啦。然之後遷移宮化忌轉忌，化忌入財帛宮，轉忌入事業宮，再同呢個結構式同宮相逼，所以原本命宮、福德宮、遷移宮呢個結構就已經5忌呈大破。我哋講幾多忌係咩意思呢？2忌為病，3忌為破，4忌為敗，係啦，4忌以上都係敗噶啦。所以基本上咁命宮、福德宮、遷移宮呢個結構係講緊咩呢？命宮、福德宮係心同靈，鎮壓宮係身，鎮壓宮係身，命宮係心，福德宮係靈。咁遷移宮就係講緊處事應對。咁呢個結構就講緊原本呢個人喺面對任何事嘅時候，佢嘅情緒起伏都會比較大。命宮、福德宮化忌入田宅宮，忌入田宅宮，田宅宮係一個收藏宮，講緊性格可能會有啲收斂，會收埋埋，將自己嘅想法係收埋喺個心度嘅。而且沖交友三方，交友三方係交友宮、父母宮同子女宮，會有一個孤僻格嘅現象。有孤僻格唔代表佢出到去唔識講嘢，例如好似一個I人咁樣，佢同出去社交完之後，佢要一個休息嘅時間，然之後佢會少社交活動，可能免得過都唔想出去見人。咁但係命宮、福德宮忌入田宅宮嘅人呢，呢啲人係會諗嘢比較深沉，係啦，啲情緒會比較收埋。到後面啦，因為轉忌入事業宮，串連新年忌，再轉忌直接忌出，去到忌出嘅時候，就代表佢個情緒會最後會抒發出嚟。一開頭見到一件事，佢喺心入邊可能好震驚，但係個表面好平淡，忍住壓住逼埋，咁去到忍唔住嗰刻就會嚟一次大爆發。然之後命宮、福德宮化忌轉忌，忌入事業宮，係啦，本身佢直接化忌入田宅宮嘛，轉忌入事業宮，忌入事業宮嘅人，而且事業宮有新年忌，咁所以呢個人係會偏向敬業嘅，只要係佢嘅工作，佢就會好上心，然之後就會要處理佢，搞掂佢。咁講吉化嘅方面，呢個吉化係非常強嘅一個命盤，幾乎12宮位都串連晒喺入邊㗎啦。首先最長嘅結構係由夫妻宮、破軍六同埋命宮自化，命宮新年六領軍，代表佢嘅異性緣係會偏好嘅。佢呢個異性緣係串連父母宮嘅權、兄弟宮嘅權。呢個就代表如果佢喺一間公司入邊，佢嘅上司或者佢嘅老闆係異性嘅話呢，咁佢呢份工嘅收入係會特別多，係因為破軍六，破軍係一個偏財六，仲要有新年六，所以呢度就已經坐底兩六啦。然之後轉忌事業宮化六，咁父母宮嘅權、兄弟宮嘅權，兄弟宮係講緊事業成就，父母宮係講緊上司同埋老闆嘅提攜。本身上司同老闆已經係會 support 佢嘅想法㗎啦，佢嘅 idea。呢個命主新年六喺命宮都係代表佢喺出邊有想法，唔執着、隨緣自在嘅一面。然之後佢嘅 idea 會比較多，有好多時候佢諗完一個 idea 出嚟之後，咁佢公司或者佢上司
都會 support 佢嘅 idea，然之後俾佢放膽去做，然之後轉記事業功交錄，就係講緊事業功係工作能力，唔好覺得事業功係工作成就。咁佢諗完個 idea 出嚟，唔係真係就咁諗就算嘅喎，佢係真係可以實現到，甚至係將佢變成一個模式咁去做。而正正係因為呢個工作能力，佢係可以有升職加薪嘅機會。父母宮、兄弟宮、化祿串連，我哋講可以升職加薪、高薪厚職嘅結構，就係父母宮同兄弟宮有交祿，係啦，有串連。係啦，咁而家呢度父母宮同兄弟宮直接化祿落去串連，咁就代表佢可以升職加薪，可以升職升到去最多去到 CEO 樓下嗰一個位。呢個命盤做唔到 CEO 嘅，因為忌嘅問題太強啦。而且佢呢個結構有串連兩粒破軍祿加兩粒廉貞祿，佢最強嘅時候就係夫妻宮，即係有異性嘅上司或者老闆嘅時候，咁佢就可以完全發揮晒呢四粒祿。如果佢唔係異性嘅上司嘅，係同性嘅上司嘅，就有三粒祿。咁三粒偏財祿其實都係一個好強嘅結構，即係同一個職位啦，可能佢返任何工都好，佢嘅人工都會 average 比人哋高。所以佢嘅工作一般都係啲薪金較高嘅工作，唔會話啲即係賣時間時薪好低嗰啲辛苦工作。甚至乎佢而家呢個結構最強嘅，可以上到可以8萬9萬，甚至乎掂到10萬蚊一個月都唔係問題。然之後父母宮兄弟宮交祿之後呢，咁就係財帛宮化祿啦。財帛宮化祿呢，就係講緊財帛宮係講緊現金流。我哋講財宮有3個宮位，最細嘅財宮係財帛宮，係啦。然之後到兄弟宮，最大嘅總財富係田宅宮。係啦，咁兄弟宮其實就係講存款，然之後咁存款再同財帛宮交祿，咁佢可以用一啲存款去投資一啲其他嘅副業啊，或者係一啲股票等等嘅嘢，然之後繼續轉記落去命宮交祿。咁但係呢個命主呢，只要佢揾到錢嘅嘢呢，佢就會擺好多 idea 落去。然之後遷移宮化祿入嚟，係啦，咁遷移宮係一個社會大因緣位，所以如果佢做啲嘢，譬如話啱上面嘅結構，佢攞嚟做創業嘅，咁有遷移宮喺度加入，就代表佢呢一件事業會名聲在外，會出名。本身留低嘅3件大事，係啦，首先第一件喺2024年嘅夏天，係啦，分手。咁呢個分手我哋主要睇忌，睇命宮、福德宮、遷移宮，然之後睇夫妻宮嘅忌。2024年喺24至33呢個大運，遷移宮化忌轉忌，係啦，呢度串連6忌情破，係啦，6忌嘅意思就係講緊同夫妻宮，係啦，同異性同一齊拍拖嘅對象，係啦，其實相處關係有6忌咁多。其實主要係命宮、福德宮同夫妻宮同宮相逼，就係大家係互相摩擦，兩個相處之間呢，即使有啲唔開心嘅嘢呢，大家好少話嗌交嘅，通常都係打冷戰多，係啦。咁當然一來係因為命主自己命宮、福德宮佢嘅情緒係通常係收埋嘅，去到真係要爆嗰一下嘅時候，其實已經係一發不可收拾，可能直接分手嘅程度啦。其實佢哋大家相處係啦，其實主要係一開頭開心嘅啫，然之後相處得耐咗嘅，大家互相嘅摩擦，大家嘅三觀不合、價值觀問題，命主自己諗嘢會比較負面嘅，係啦，對方諗嘢佢係會比較貪玩嘅，最後寄出嘅時候就係佢哋散嘅時候啦。喺呢個大運嘅時候，其實夫妻宮係冇特別嘅契應，係啦，只不過主要係福德宮嘅契應強。係啦，福德宮嘅契應，福德宮同夫妻宮同宮相逼，代表佢對另外一半有挑剔嘅一面，係啦，又覺得佢有一啲嘢唔好啊。去到2024年嘅時候，夫妻宮都冇契應嘅，係啦，然之後但係命宮有契應，所以咁夫妻宮其實大運同流年冇契應嘅話呢，就可以判斷佢主動提出分手嘅，並不是夫妻宮呢個人，係啦。其實呢個夫妻宮其實佢未想放棄嘅，只不過佢想離開呢段感情嘅人，主要係命主，因為命主命宮、福德宮都有契應。2025年10月俾人裁員，講份工嘅時候，我哋主要講父母宮同兄弟宮。父母宮就係老闆同上司對你嘅態度，兄弟宮就係講緊對間公司，喺對公司立場嚟講，
然之後喺呢一個10年嘅時候，父母宮正入大運嘅正厄宮，串連成7嘅。喺2024年嘅時候，父母宮化忌入子女宮，轉忌入財帛宮，然之後遷移宮化忌入大運嘅遷移，轉忌入流年嘅父母。所以喺呢個時候，咁本身父母宮同遷移宮交忌係咩意思呢？淨係單論父母宮化忌轉忌，就講緊本身可能個老闆要你做啲嘢，或者要你識醒水，但係嗰下你撈唔到，唔知要點做，然之後所以做錯嘢。所以2024年嘅時候係啦，父母宮流年父母宮有契刑，但係喺呢個時間點未必俾人炒嘅，因為流年嘅兄弟宮未契刑。去到2025年嘅時候，流年兄弟宮忌入嚟啦，命宮化忌入流年兄弟宮，轉忌入流年嘅命宮，係啦，命宮都有契刑啦。喺2024年命主搬屋呢，咁我哋可以追溯翻由父母宮兄弟宮開始。咁喺2024年嘅時候，父母宮兄弟宮發廉貞祿，代表收入喺工作上面嘅收入已經有一個比較可觀嘅收入啦。然之後父母宮正入流年嘅父母，可能喺24年曾經遇過升職加薪，或者係出過 bonus， 或者本身純粹係份量已經夠啦。咁財帛宮化祿轉忌，入流年財帛本身金錢上力量上面儲錢儲夠啦，所以咁就可以去田宅宮嘅權拱命宮嘅祿，所以佢自己就會想搬屋，搬一個比較好啲嘅環境。喺2024年呢個力量足夠，而且正厄宮化祿入大運嘅正厄宮，係啦，咁就係對身體好啲。咁呢個主要係自己想換一換個環境，然之後金錢嘅力量又足夠。咁遷移宮就係可能出邊揾樓啊，或者揾地方嘅時候，亦都有比較順利嘅一面，係啦，咁就可以喺2024年嗰陣時搬屋。命主想問感情運，基本上命主嘅桃花主要有2種，一種係由交友宮嘅貪狼祿，另外一種係由父母宮嘅廉貞祿同兄弟宮。咁交友宮係咩意思呢？交友宮就係講緊啲桃花可能係同啲 friend 啊、平輩啊、熟人啊、同事啊、同學啊等等嘅關係嚟嘅。父母宮顧名思義啦，係比自己大嘅人啊嘛。咁其實呢個大係幾大呢？係啦，如果純粹講年齡嘅，可能係大一個圈，係啦，10至12年左右啦。或者係身份上面比自己大嘅，即係可能上司啊、老闆啊、供應商啊、而上游廠商啊等等嗰邊嚟嘅人。呢個命主選擇桃花嘅時候，其實會比較着重一啲物質嘅因素。所以喺選擇對象嘅時候，可能前面就有個觀察期，究竟睇下佢嘅物質生活係點啦。然之後係會有個評估，就係話我同佢一齊，大家嘅相處啊、食飯啊、生活嘅用度啊係點樣。然之後如果大家都滿意，先會有下一步嘅發生。夫妻宮化祿轉忌入田宅宮，呢個就係有婚緣嘅結構。如果有事業宮加入嘅話，即係可能係工作上面認識啊，有工作嘅關係啊，或者有共同嘅日常嗜好興趣啊，咁佢哋嘅緣分會更加強。如果係有咁樣嘅興趣或者係門當戶對嘅話呢，咁對方嘅家庭亦都會比較支持。咁至於正緣幾時出現呢？其實2026年就有機會啦。夫妻宮化祿轉忌入流年嘅夫妻宮。然之後，咁如果有同事業宮有串連嘅，係啦，事業宮即係啱所講嘅共同嗜好啊，共同習慣啊，或者係一齊工作關係啊，只要有呢一個層面喺度呢，咁喺呢個大運呢個10年就可以結婚。但係如果結婚嘅話呢，咁就要注意另外一個問題啦。呢個命盤嘅離婚格係偏重嘅。所謂嘅離婚格，即係講緊結咗婚之後就有機會離婚啦。咁有機會離婚，咁具體幾時嚟呢？好就好在係啦，30至4至43大運夫妻宮冇契刑，係啦，所以咧喺呢個10年基本上係未會有離婚嘅機會嘅。只不過2026年嘅時候，如果有另一半，然之後咁呢啲時間可能大家相處上面可能會容易出現摩擦。26年同埋28年呢2個年度，如果有對象啦，你覺得係正緣出嚟啦，咁呢2個時間要特別小心。咁過完呢個時間之後呢，
咁基本上34至43同埋44至53都唔使太驚話會離婚嘅。好，咁多謝大家聽到呢度，我哋嚟緊每個星期都會喺 IG 隨機抽一位幸運兒去分享佢哋嘅命盤，然之後喺 YouTube 呢度 po 嘅，咁大家可以 follow 我 IG，follow 我 YouTube， 係啦，亦都可以喺我 IG 個 po 度留言，睇下可唔可以成為下一個幸運兒。好，多謝大家。